大家好，又係我財子 O 啦。正所謂五窮六絕七翻身，6、7月港股嘅走向會係點呢？冇人有水晶球，亦都難以預測啊。但係今日財子 O 就要分享一個理財產品，係關於一個穩定收息嘅嚟自 SAF 嘅新 product， 你都想知，立即同你講解一下啦。就係要同大家講下多元資產基金嘅配置啦。首先講下啦，投資基金嘅成本咧，並非只有回報率嘅，而係由兩個層面組成。第一個層面咧就係基金層面嘅費用啦，包括咧係俾基金經理嘅營運開支啦，通常咧已經扣除回報啊。但係痛點係咩呢？無論你經邊一間金融機構買呢一筆錢通常都係1至2%咧，都係要俾㗎。第二就係平台費用啦，呢一個咧係俾中間人，即係金融機構同埋證券行嘅費用啦。傳統嘅銀行咧就最中意收啦，呢個就係痛點啊！包括認購費啦，一入場先輸2%啊。第二就係換轉同埋贖回費用啊，轉走又要再收錢，限制你嘅資金流動性。係時候講下 SAF 嘅突破啦，真真正正做到咧零認購費同埋零贖回費喎。究竟內容係啲咩？我又繼續講啦。冇錯啊，我哋係唔會收過路費嘅，反而將基金經理嘅銷售佣金咧全數回贈俾你。你可以睇下呢一個圖表啊，呢個係一個實際例子嚟嘅。以投資125萬港紙呢一個分為例啊，你就會知道傳統銀行同埋我哋 SAF 嘅收息保嘅差異喺邊度啦。一個圖表一目了然，冇隱藏收費。你都想開戶，咁就要繼續了解更多啦。頭先就講完其中一啲 product 啦，依家接住落嚟想講埋貨幣基金喎。貨幣市場基金嘅現金管理 SAF 為你帶嚟機構級嘅待遇，包括有零售股份類別 Retail Cash， 因為涉及大量嘅行政成本分銷佣金、管理費用都通常較高㗎。至於機構股本類別啦，呢個由於資金規模大，而且不涉及分銷成本管理費通常大幅降低。以下呢一個就係個實際例子啦，你可以睇到個圖表㗎。當然啦，呢個實際例子嘅圖表你睇完之後呢個都係只供參考嘅啫，因為基金價格可升可跌，同埋日升日跌嘅。不過同其他平台比較，好似 SAF 嘅靈活寶有更加大嘅彈性，同埋基金回報率較高喎。兩大重點解釋咗點解 SAF 嘅 product 係可以令到你穩定保本地賺多啲。你都想立即開戶，下邊有個超連結同埋 QR code， 用我財子 O 嘅開戶碼優惠，你會得到更加多嘅着數同埋優惠啊！想一路賺住優惠，一路賺住着數，一路再有資本增值，你就要用 SAF 呢個 APP 啦。